哎，安纯纯啊，老师，你在哪里啊？怎么了？老师，专，我说你小子最近干嘛呢？在这儿混呢？李玉忠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我想干什么？如果你再这样，我就告诉廖老师。你告去，你告啊！你去告去啊你！滚！明天这时候把钱给我送了，要不然……廖老师，我漂亮吗？说这个干嘛？别蹲着了，我带你回家。不回家，我没有家。廖老师，你带我走吧。我带你去哪儿啊？去哪儿都行。去你家。去我家干什么？你喜欢我吗？安纯纯同学，我是你的班主任啊。你不觉得我很女人吗？你不觉得我很漂亮吗？是，你是挺漂亮的。那你就带我走。你想干什么东西？安纯纯同学，你没事吧？你不要我，有的是人要我。安纯纯，你想干什么啊？你们不都这样吗？你们以为给我钱就是对我好了吗？我有的是钱。你父母呢？你别跟我提他们，他们从来就只知道挣钱，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我。钱才是他们的女儿。在这儿待着别动。我警告你啊，可别回来！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叫你来呢，一不是要你的钱，二不想让你干什么，我就是想跟你谈谈。谈什么？纯纯，你们都很忙，可是你们想过没有？等你们什么都有，钱多到花不完的时候，自己却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。小白，我们走。纯纯，
麻烦你先认错了。哎，你给我讲讲你们的事儿呗。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就是一修车的。叶小白，哎，干嘛呀？不是你先坐呀，你先坐呀。说，我好不容易请你吃顿饭，开心点。那你到底说不说？说，你想听什么？我就想听你和廖学兵之间的那点事儿啊。行。兵哥呢？是我大哥。阿秋、阿南，我们4个从朱雀街开始起步，一步一步的到现在这样。没兵哥，没我们，也没有现在的飞车党。我猜的果然没错。哎，那你再跟我说说廖学兵和苏冰云之间的事儿。他俩的事儿，兵哥也是断断续续的跟我说的。他俩高中就认识了，苏冰云家里有钱，条件好。兵哥为了追她，就去黑市里打黑拳。后来他俩因为这个事儿还闹了矛盾。也可能苏冰云觉得他俩不是一路人，兵哥也觉得不想再耽误他了，后来慢慢就分开了。哇塞，原来他们俩之间还有这么浪漫的一段情史呢。这浪漫吗？我怎么觉得这么悲催啊？哪儿悲催啊？这演的都跟电影似的。哎，说什么呢？倩倩，我怎么觉得你这么八卦呀？我就是好奇嘛，我。你怎么不好奇我呀？问我。你有什么可好奇的呀？你不都说了吗？你就是修车的。对，我就是一修车的。吃饭吧。好。钱呢？钱呢？没钱。于中，你在干什么？廖老师，这都出了校门，你管那么宽干嘛呀？你是个学生啊，你看你像什么样？拿着刀，你欺负周安干什么？你说你在学校跟我啰嗦也就算了，这出了校门了，你给我磨叽什么呀？这么厉害啊？这么厉害去维持治安啊？抓小偷啊？你看你那怂样！你说篮球联赛你不支持也就算了，你现在给我上课呢，你累不累啊？你少给我吊儿郎当的，你是黑社会啊？不瞒你说，我还真是黑社会。我老大，大头哥和卷毛哥，你听过吗？所以说，你少管闲事。你给我过来！别动！什么大头卷毛的，我听都没听过啊！他们可是最烦老师的，你可别让他们见着你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倒是想见见他们了。怕你玩不起。怎么会？只要他们敢来，我就敢爽啊！今天晚上我请客啊！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周安，上车走。廖老师。大头哥，这就是廖老师，今天晚上的账都是他买。老师啊，教什么的？语文。来，给我背对那个唐诗三百首。来这么晚，得喝点吧？
这廖老师长得像个流氓，这性格也挺流氓呀。李忠，卷毛不是说要来吗？怎么还没到啊？卷毛哥说他马上就来。啊，快去催催他。卷毛这小子以前就跟我一起混，我俩还玩挺好。他这人呢，什么都好，就这脾气太暴了。去年3月份，我们在3无桑拿给人看场子，碰到一个鸟人特别横，惹了卷毛了。卷毛2下就把他打地上了，到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。是吗？大头哥，人廖老师第一次来，你讲究血腥干嘛？想把人吓着。我跟你老师说话，轮得到你插嘴吗？廖老师，别在意啊，现在年轻人都这屌样。卷毛哥，卷毛，好久不见呐，我还以为你被打死了呢。你他妈说点人话行不行？你这毛哪儿去了？这头衔比卷毛更流行。李玉忠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老师？是。啊，久仰久仰。这年头教学太辛苦了，没事领同学们出来玩玩。我真有这样打算呢，以后有这样的活动还得卷毛哥多多帮忙啊。好啊。把它喝了，就是我卷毛的朋友，以后在这条街上随便玩。不知道卷毛哥的名讳是借记卡还是信用卡呀？好使。什么卡都行，把它喝了。卷毛哥，我平时比较喜欢喝慢酒啊。李玉忠，看来你这个老师不太给面儿啊。卷毛哥，你何必强人所难呢？我本来就不胜酒力啊。李玉忠，既然你这个老师不喝，你替他把酒喝了。卷毛哥，你他妈也给脸不要脸是吧？